各位兄弟平安，今日是2020年7月15号。今日的经文是诗篇92篇，箴言11章23节到30节，马太福音13章第10节到17节。今日要分享的主题是义人所爱。咱最近拢讲到基督徒的使命，罗马书嘛一再强调，基督徒是因信称义这种神学的概念。加拉太书第3章、第4章有真清楚咧论到保罗的神学的理念。既然人，或者是讲基督徒是因为相信被称作义，那安尼，咱咧讨论义人所爱的，就毋是义人家己爱什么，是迄个称咱做义人的所仰望咱去爱。箴言11章23节安尼讲：义人的心愿尽得到好处。现代的中文的译本伊讲：正直的人心愿结出善果。台语汉字的翻译是讲：义人所喜爱的拢是好。因为上帝是迄个被称作好的，咱讲良善。耶稣基督回答迄个少年的官的称呼的时阵，伊安尼讲：你为什么称我做好的呢？因为除了上帝以外，无阁有被称作好的。咱会当用英文的福音诗歌的歌词安尼讲：God is so good。上帝对咱遮好，咱所爱的就应该来追求迄个良善的本质。但是真可惜，亲像伫马太福音13章，耶稣基督回答这个问题所提问的是讲：为了这个缘故，我用譬喻甲因讲，因为因看到却无看到，听所无听见，阁无明白。以赛亚的预言应验伫因的身上，伊讲：这个人民听阁听，却无明白；看阁看，却无看见。因为因的心伫塌外，塌掉因的耳孔，因甲因的目睭刻起来。基督徒应该看见上帝的好，并且追求上帝的好，正做家己的本质。但是咱咧讲耳孔无爱听，是好那参就是这个真济基督徒的问题啦吼。咱用滚算一个方式来讲选择性的这个听的丧失，还是讲选择性的失忆症。亲像细汉的时阵，长辈若咧骂囡仔无听话时，讲恁听话拢亲像火车过一磅空，这边入去，迄边出来安尼吼。圣经的中间的确也有真济信仰的前辈是安尼，亲像阿当啊，亲像约拿啦、大卫啦、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啦、彼得啊、出卖耶稣的犹大啦，还是欺骗圣神的阿里亚夫妇啦吼。也是讲，咱看到旧约全部以色列人拢是安尼来违背上帝。耶稣用迄个野种的譬喻来教导这军队者，爱因听到教示并且去实践。亲像迄个种子落伫迄个好土，就会当成长来结籽百倍，是不是？但是若心无志意，也是无愿意付出行动来实践主的真理，就会亲像迄个种子去互鸟仔食去啦，去互刺皮代表迄个生活的忧虑啦，还是去互财富来引诱啦，因为安尼来死亡。义人所爱的好，
其实就是实践的信仰。亲像雅各书第2章所提到的，信心若无行为是死的。亲像称义无实践就毋是好的。以前伫校咧教校恁的时阵，时常有家长带囡仔来要求上即个私人的课。伫这对谈的中间，常常会感觉着讲家长对学琴的足深的误解，总是认为讲，亲像去7-11买物件共款吼，付钱了就要看到成果啊。但是咱时常袂记学习一个是一长的过程，需要专心来听讲，需要认真来练习，需要一段时间来成长。无人生落来就亲像拍阿曼，拍阿曼本身若毋是生落来就会琴会遮好啊，毋是安尼。共款，咱想要来学习一个好的信仰生活，必须爱愿意听圣经的真理，愿意慢慢去磨练、学习，搁来实践。咱一天比一天搁较亲近上帝，搁较亲近上帝的义。咱咧讲良善的本质，千万毋通好苦，也毋通轻言来放弃。上帝帮助咱。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7月15号。今天的经文是92篇，箴言11章23到30节，马太福音13章10到17节。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义人所爱。最近我们都谈到了基督徒的生命，在罗马书我们一再的看到他所强调的因信称义的这种神学的概念。加拉太书第3章、第4章，在这里保罗有很清楚的论述他这个因信称义或是跟律法之间的神学的理论。既然人或是说基督徒是因为相信而被称为义，那么义人所爱的就不是义人自己所爱的，而是那称我们为义人的所希望我们去爱的。箴言11章23节说，义人的心愿尽得好处。现在中文译本的翻译是说，正直的人愿结出善果。台语汉字的翻译说，义人所义爱拢是好。因为上帝是那被称为好，我们说良善。耶稣基督回答那年轻的官的称呼的时候这样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呢？除了上帝以外，再没有良善的。或是我们可以用英文的福音诗歌的歌词这样说到 God is so good， 上帝对我们是这么的好，我们所爱的就是应该追求那良善的本质，是上帝良善的本质。可惜如同在马太福音13章，耶稣基督回答门徒的提问的时候说道，为了这个缘故，我用比喻对他们说，因为他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却又不明白。以赛亚的预言正应验在他们身上。他说，这人民听了又听，却不明白，看了又看，却看不见，因为他们心智闭塞，塞住了耳朵，闭上了眼睛。基督徒应该是要看见上帝的善，并且追求上帝的善，成为自己的本质。然而充耳不闻似乎是许多基督徒的问题。
我们或许可以用开玩笑的方式来说，有人有选择性的听觉丧失啊，或是说有人有选择性的失忆症啊，或是说如同小时候长辈在训勉小孩子的不听话的时候，就说你们听话就像火车过山洞，这边进去那边出来。圣经中也的确有记载了许多信仰的前辈，他们是这种样子的，比如说亚当啦、约拿啦、大卫啦、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啊、彼得啊、出卖耶稣的犹大啊、欺哄圣灵的亚拿尼亚夫妇啊，或是我们说旧约的全体以色列人，他们常常背离上帝。耶稣以撒种的比喻来教导跟随者，要能够听从教训，并且去实践。这样的人就好像种子落到了好土，然后就可以成长，然后变成100倍。若是心不在焉，或是不愿意付出行动去实践主的真理，就会如同种子被鸟吃掉啦，或是被荆棘我们说是生活的忧虑啦，或是财富的引诱等等啊，因为被荆棘窒息而饿死。一人所爱的好，其实就是实践的信仰，如同雅各书第2章所提到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就如同称义没有实践就不是好的。以前在学校教小提琴的时候，常常有家长带着孩子要求来上私人的课，在对谈的当中，常常听到家长对于学琴的误解，总是认为学习好像是去 7-Eleven 买东西一样，付了钱就要看到成果。但我们时常忘记，学习是一个漫长的、长远的过程，需要专心听讲，需要认真练习，需要一段时间来成长。没有人生下来就是帕尔曼，帕尔曼也不是生下来就可以拉那么好。同样的，我们要学习一个好的信仰生活，必须愿意听圣经的真理，也愿意慢慢去磨练、学习、实践，一天比一天更亲近上帝，更接近上帝的义、良善的本质。我们千万不要好高骛远，但也不要轻言放弃。